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湿地无天心旷阔，民俗家里结合同。伫台南市超过100年历史的结合同，过去因为一场大火烧，新尊等等这物品拢互大火烧了了。不过奇妙的就是三尊主神拢留着一个信物，互因重新来开始。这场大火呢，嘛，起因一批这个高学历心火担起这个传承的这个任务。今日咱来宾陈锡炳伫结合堂做这个北家奖的这个团长严格要求团员出庭时袂当啉酒、无槟榔，将北家奖这个顶头出庭回归到生命的这个服务，嘛让传统这个画面的艺术赢得济人的肯定，改变外界对北家奖负面的影响。湿地无天心旷阔，民俗家里结合堂。今日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要来了解陈锡炳甲结合堂的故事。伫咧台南家里的公庙结合堂，保留咱台湾真传统的家站顶头。因为顶头伫台湾真正是出名，看因一行出来就真无同，按功夫办事，家中的化妆到所有相关的道具定型，咱隔离辈结合堂拢完全本保留落来。规个顶头是遮尔有精神，实在互人真料想袂到。其实因的本庙几当前才拄着火烧，毋那真侪物件拢烧了了，公庙顶头嘛差一点仔散去。家己要观赏的时阵啊，阮的委员就会开会，讲咱敢要来参加迄个家庭乡区啦。大家讲，大家迄个会讲好，迄人毋知迄人看火哪晓倒来。差不多伫咧2013年的时阵，一场料想以外的大火，甲结合堂拢烧了了。讲若请去礼拜就伫个啦，无请礼拜会遐拢烧去。公庙啊，拄着火烧，互大家拢真伤心。不过，这个事件却成做团长陈锡炳甲结合堂结缘的机会。我以前看迄个 YouTube， 阮家厝的家将馆，经过阮小去的所在，因遐家将有点像是回外婆家，外婆的房子烧掉了，阿里阿好，我看到那一幕，其实感觉很心酸。现在台湾什么就不缺庙，也有去关心某一间庙。远远在巷口看到他们的柜台上面坐2个男生，恰凉恰红，啊，就叼根烟在那边聊天。我远远的对着那座庙就是拜拜，我说拍谁，我就不敢进去了。陈锡炳是结合堂家将团的团长，伊过去是伫咧公庙大汉，不过读册过程中，萨甲传统愈来愈远。伊伫美国读研究所，毕业了后，回来台湾，就真有心想要找找过去所入来的传统。所以一开始伫咧台南接触公庙啊，结果真拄好就找到结合堂。我们刚好碰到一个客行尊呢，然后伊就是到处都是拐钱那一种，因为迄拢是人寄付的钱啊，然后阮就伫遐讲，差嘛去用骗去啊，那笔钱怎么办？隔天我就跟他讲，安尼是要安怎？我就很无奈呀。你来我家，可是我嘛无法度甲你庙起到迄个，你要自己去想办法。隔天，喜敏就来了。可能是明明之间有数，但是明本地是来捐钱，要来祈福给神明起造新厝。就亲像一般的善男信女，伊开始参加结合堂的活动，结果慢慢对这个团体有愈来愈深的认同。那来这边，当然就是关心，就是做一些捐款的动作，然后跟他们了解。那水玲姐说：“你关的神像要开光，那天礼拜3，可能还无查甫的，你才让来到旁新园。”那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自己还拍照给我老婆说，人生第一次参加进香团，真的是坐那种巴士就进香团跟一些就是长辈这样，我觉得很好玩。第2次，姐姐就约说：“阮小兵来吃饭。”我讲好啊，要做啥？伊讲就等下到香槟了到化金嘛，之后把拜拜的东西吃一吃这样子。我说我buffet没卖，一个台式的buffet就是拜拜的那些菜这样。吃完之后我说，这样多少钱？他说不用啊。我说不要，我愿意帮神明做事，
可是我不想亏欠你什么东西。他说啊，如果你真的这样，不然就500块，因为这个休兵的钱是委员缴的。我说好，那500块。他说好，那你就是委员了。我就这样子自己挖洞自己跳进来，然后我就变成委员。这几冬之间，但是并较一定唔愿放弃的人，辛苦经营着家将团，因的坚持，互真侪人看到，嘛慢慢有人捐钱寄付入来，几冬落来连起庙的土地嘛找到啊。人讲天公疼公人，这阵人凭借着艰辛，要互小气的庙为会中再度徛起。是地无天心旷阔，民俗嘉礼结合同，今日咱请到这个北家庄的这个团长，咱的秀敏来到咱节目现场。秀敏你好，主持人你好。哦，咱知影这场大火哦，影响这个结合同真深啦吼，本地吼这个洞可能无要到继续落去，但是你因为你的这个出现啦吼，或者个洞会当继续来落去安尼。我唔敢讲这全部拢我的功劳啦，我感觉是冥冥之中吼有因的安排。因为烧掉以后，我相信嘛有真侪像我安尼的人开始来关注这个结合洞。所以有一寡较少年辈就像阮这联会，入来用无同的思维来经营这个庙，来互较侪人来熟悉这个庙安尼。是，咱咧讲哦，这间庙过去有这个100年来这个历史啦吼，但是这场火烧真侪人加入去内底，亲像你。还有这个有一个朴师，是嘛加入咱的这个团队内底，是，拢真无简单。是因为阮是民国前一年就创立的结合洞，到即摆安尼，当然伊老一辈传承落来，有咧些观念啊，种思想，可能交咱即摆少年较无共。阮即摆入面的一寡差不多我这宴会，你讲迄个朴师也好，也是其他阮的一寡委员，讲少年伊会做一寡影片。也是用无同的方式来推广阮这间庙，互较侪人知影家将毋是大家想的遐歹的物件。介少，阮有咧努力，介少阮毋是恁印象中迄种歹囡仔。这是阮一直咧努力的目标。是，咱咧讲头拄也讲到这个朴师的这个研究啦，吼，做海洋大学。对，伊是海洋轮机这方面的研究的学生。是，即阵还搁咧行船。对，伊希望要来做老师，但是实务经验好好迄边，希望伊通去累积，所以伊嘛是落去找准去累积伊这方面的经验安尼。落船的时阵，就随来咱这个结合洞。倒来有闲的时阵，有摊无？会当出来，伊就对大家出来出阵安尼，伊交大家关系咱兄弟姊妹呢，大家感情真好啊。是，咱拢讲到，亲像你，甲这个咱这个朴师的这个。部分啦吼，拢是因为这场大火，才入来到咱结合洞。是，迄当阵啥有这个因缘呐？我家己本人是因为伫影片顶悬看到，是发现阮家厝的景观吼，因为伫参加种庙会大拜拜，经过阮遐，家将话发起来伫遐吼啊，迄种感觉就那我细汉伫阮阿嬷兜大汉，结果。经过像阮阿嬷兜已经烧去啊，迄种感觉我看到，感觉一阵鼻酸我家己真正有心酸的迄种感觉。是所以迄个时阵我是咧做中介咧卖厝的。是，我感觉讲我有法度帮人找一个厝，我嘛想要帮新明找一个家，帮伊起一个厝安尼。来开始我家己，我就点向甲讲，我帮你找地，帮你起厝。要甲你收佣金啦，我阁会甲你寄付，就安尼慢慢加入这个团体安尼。其他的人嘛是感觉讲，伊即摆都烧去啊，欠人、欠资金、欠资源，是大家就投入，是安尼，这个因缘机会，大家拢慢慢聚过来所以这个找厝、找地这个过程，有困难的所在无？当然嘛有啊，人的话，伊可会当甲你讲伊的需求是啥。是，但是阮的新明伊当讲，伊就是不爱离开阮这嘉义这个地区。伊买无，一般的人，我问你，你买你就讲买。我需求就真清楚啦，你讲。伊的话你要用跋杯甲清洗。是。到尾嘛是拄好找到这地，伊有介意，5个杯在，就决定这地，就取得即摆这块土地安尼。是，讲到这个地吼。有一个故事啦吼，就是讲过去10冬前，这个种一手的已经买好啊，放伫遐放10冬。是，伊这算嘛真神奇的所在。阮签约完，迄交这个地，伊遐甲阮讲，
其实阮庄卡的所在，因嘛有家己信用的所在。是。当初十几年前，伊要买即块地，就去问讲即块地地理怎好啊？迄边的新民也讲无问题，这好地理。伊讲怎么注意啥？伊讲但是这毋是人得的地啦。伊讲靠，可能毋是人得的。伊讲也无差，我起来看机械。是。这10年的期间，伊拢毋知影啥物意思。直到阮甲伊开喙要甲买即块地，伊交的买完以后，他甲阮讲，原来是即个意思。10当前去问另外一个声明，因遐的声明就讲好啊，即地是好地理，但是毋是人得的。是要互这个信的吼，咱结合同。伊到那一刻才知道说，原来是要互新名的。是，所以咱的结合同这个主神吼，真正是要安伫遮啦吼。啊，尾啊，即阵敢起好啊？目前阮建造迄走流程差不多啊。啊，这段期间吼，当外因为阮较毋捌即地，是一寡物件吼，一下迄个文书的流程吼，去政府迄边安尼往返，较浪费寡时间。啊，但是阮嘛无非常的逼啦，因为主要你起厝也好，起庙也好，主要是资金的问题。是。啊，阮就是这段期间嘛是慢慢啊累积资金。那因为阮安尼努力足济，外地嘛拢有看到。哦，新北市也好，屏东也好，足济来按月拢甲每个月甲阮寄付钱的嘛有啊。是。啊，所以阮即摆嘛是慢慢累积，啊，准备要来叮当啊。所以是这个2020年吼，这个过年了，可能就会使开始来叮当。是，阮建造啊，取得明年就是过年啊过，就要来开始叮当啊。所以这个按算2当来吼，资金真正爱搁较到位的啦吼。资金嘛，莫钱着是毋免2当啦，但是我想啊，大家吼，因为阮遐嘛真侪信徒也好，啊真侪关心阮的人吼，拢讲开始叮当，伊就要寄付，所以原则上我你也是差不多2当来，阮就要甲起起来。是，咱讲这个地有这个神奇的所在，啊，火烧迄当阵嘛有神奇的这个所在，就是这3尊主神拢留着因这个信本。是，我本来想讲遐大的火吼，物件拢烧完啊。迄嘛是后来才知影，讲阮3位主神吼，分别留下伊无共的物件。阮的主神人生大地，规间厝烧甲画体啊，啥物拢扬去，但是伊一个茶的印啊，吼，居然完整的保留落来。是，吼啊，阮即个李府大神一支100年的铃啊，吼，拄啊互请出去，迄支100年的铃嘛是有留落来。啊，即个阮的维护大神，是伊手举的迄支乾坤笔，乾坤笔嘛是遐高温的状况下，伊居然完全留落来，保留落来。是啊，这3项物件其实嘛，互阮遮后壁的信徒吼，真有信心，表示讲因原能够留一个脉，要来重新来开始。是，嘛是咧个留一个希望也好，啊留一个香火也好，就是阮要搁甲重新甲建设，互阮一个希望，啊，互阮一个目标安尼。咱其实讲到，拢是这个外口的人，即阵看起来，拢是你啊，参这个博士生，啊，其实因这是本早结合堂是一个私人的这个堂啦吼。对，伊说算家族啊的一个庙啦。啊，因为这场大火，是不是险这个家族啊，无爱搁甲经营落去？是因为因家族啊，你嘛知以前的人凊彩生着10几个安尼，啊，即个要接迄个唔接的，啊接的嘛无一定有能力啊啥，种种的因素，到尾啊，今摆目前的位置吼，是伫阮恁老堂主的查囝是因兜啦，算伫临时的行宫就设伫遐。是啊，这人话啦，讲安怎接，较后生无接，传到查囝遐去，啊，这嘛是算阮即个树林姐。算做伊真使人感觉甘心的所在。是，为人我家喙到别个的人，我都无插入遮个物件。但是伊无忍心，即个100年的文化顶头，即间庙啊，怎安尼叫无去？所以伊嘛是用因的所在还做临时的行馆。是，但是即个树林姐，咱讲到伊，其实吼，即个厝内底的人嘛是有甲骂，嘛是有甲骂啦吼。讲即个查某人是安怎接这个代志，都袂当忘神，袂当忘什么物件呢？咱袂讲甲骂啊啥，有当时人是讲算个质疑啦。是，质疑。你即个查人都袂当摸遮，含法器都袂当甲阮摸。是。哦，遮一寡家私你袂当摸，新村佫愈袂使。是。啊，人咧装家酱的时阵，一旦上尾你嘛袂当甲摸。啊，你遮济不便，你是安那佫要做遮个代志？吼。但是伊嘛是真坚强安尼，甲动过来啊。啊，中伊是事后过足久，伊也甲我讲，其实伊有一届家族内底开会啥，
伊嘛一度想要放弃啊。嗯，伊敢讲这我真正担袂落来，太大担的。是，恁规个家族我都担袂落来，我一个人较有可能担会落来。啊，伊嘛是点向甲讲啊，你也阁无找新的人入来斗相共，是，伊真正要放弃啊。嗯，结果加工，你对我讲，我摕钱入去寄付，是，拄啊因迄批第二批小去以后，新的新村村的尾款，伊本来嘛甲缴袂出来啊。拄啊我寄付的金额，拄啊交尾款一模一样，是，互伊切一下讲，哎哟，倒啊顶遐真正有咧听。嗯，我爱甲因讲，因真正有咧按算，啊嘛，互伊有信心。啊，我讲奇怪的，伊家以后看到我拢微微啊笑，微微啊笑，啊是过足久有熟以后，我甲我讲即个故事，伊今仔一开始甲我讲，我会惊着啊。安尼讲惊着，惊着想，啊你怎袂是讲看我摕钱来，啊就要继续甲我怪，因为即摆人做者神棍嘛，哦，伊惊我都有一个提防的心啊啥，伊嘛确保讲，我到尾啊交因有认同伊的理念，啊有介意即个所在，有真亲密的参与。以后较敢偷偷甲我讲即个故事所以看到，因为这个大火啦吼，吸引到像恁遮的人入来到这个庙来帮忙啦吼。啊，即阵这个本早吼，这个庙啦吼，也是这个洞啦吼，过去是私人的，即摆叫做路公啊啦吼。路公，因为阮嘛是甲强调讲吼，恁私人的正常人的想法啦，恁兜，我较有可能摕阮兜的钱去互恁兜起庙。是。吼，你一定爱甲伊落公，变成公众的，是，吼啊，所以阮即摆嘛确实有做即个动作，阮来甲成立协会，啊，互大家知影，土地嘛毋是讲因家族仔的人的，是协会的，是，即间庙的庙产的资产，就是属于属于家己的，啊，这就是大家拢会当来拜拜的庙，是。做自这个家族的庙啦吼，变做是这个协会啊，落公了，就变成大家会当去捐钱啦吼。任何一个信徒拢会当入来，拢会当入来参拜，啊，会当来捐钱，会当来关心，这唔是讲是属于上的，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啦吼。所以咱看到，其实你嘛做真侪代志，尤其啦吼，自这个庙烧起了后，你参与着这个团体了后，你得行销这块。嘛做了真侪，亲像讲吼，推测到这个翕影片也好，还是讲这个家长日等等这部分，拢是恁豆去推测的。是，这是其实这大家讨论出来的结果啦。嘛拄啊好阮家己的新民有咧安排吼，找一寡委员入来，应该本身就学这个视觉传播的，就翕电影这方面的，家己来拍影片。啊，因为阮无经费，所以阮用上省的方式来互大家人知影，阮结活动。来起庙，那当然，阮嘛是真愿意去配合做一个扭转大家对北家将无好印象的一个活动，就像阮头讲的家将日。是，一开始阮是配合迄个北家府，因的国际志工体验营，一寡外国的囡仔来咱遮做志工，也安排一寡互伊熟悉咱台湾本土的文化的活动，阮就配合。那互因来画即个画面啊，穿阮的衫来教因简单的动作，这个物件演变甲阮有伫大庙口配合阮的大庙来做即个家长日，算做帮家长宣传啦。是，嘛因为即个机会之下，有一寡记者也好，媒体也好，知影阮咧做即个动作，无意间讲发现讲即个团长是留美，是，做甲即个。知名度都拍开啊！对。所以行销这块，咱等下先扛一下，咱等下再来讲。咱要先带大家来看讲哦，这个咱的这个结合洞，伫咧这个高背景哦，留一个画面，咱先做伙来看。今仔日家里的街头实在是足热闹，下晡街头顶已经足侪人，较暗的时阵人会阁较侪。这摆是共真的新民顶头要转来。公庙之间会意气相挺，结合同的将卡嘛出阵来斗战声。今仔日阮出的是孙景辉，孙景辉算叫尊德堂是高背景，今仔要甲他上入庙。那我们对孙景辉，其实是因为阮足侪出桥的代志，拢伊来甲阮斗相共。伊填伊的高背景，阮填伊，所以阮今仔是算做情义相挺，去甲因出因的家奖。所以早早去做报段的动作，等下就是等乡镇来，阮过甲做接驾的动作安尼。其实顶头之间的小厅，伫咧庄头内底是真时常的代志。这种小厅其实是真辛苦，若毋是真正有交陪，可能阁会停袂落去。
即摆顶头结合同只是甲人斗赞声尔尔，就已经出阵了几工。阮今仔日是较简单的送入票，就是顾名思义，就是送伊最后入票安尼尔。嘿，啊，你若讲正常因今仔日的是1点下晡1点开始就去洗。以阮看今仔动员的人数超过2-3千人的话，这应该是阮家己家的拍cad啊，可能到入票的时间可能半暝啊1-2点。结合同的奖卡嘛，真正是互人娱乐，因为最近几冬有部分的人去拜花家将，出因是8加9，就甲手头的传统拢放落去。因颠倒是更加要求，伫咧基本的姿势、出阵的规矩表现上，这拢是心意。我都拢跟阮老爸跟阮职工啊，所以你自细汉从那爱卡位拢爱哭得好势。无迄阵阮职工，阮老人拢也顶调呢，哭真来讲。姿势无好就甲讲落来。像即阵要讲叫这囡仔，去到要甲讲，敢有可能？万岁人我袂紧学。我老实讲，因为阮即摆的方式无像当初遐严厉，相对的，我家嘛知影，阮的基本的功夫无以前遐尔水。以前是就真正你电影看会到安尼练马步啥，你一无迄落老教练位后壁骹就甲你挑落，互你稳落。但是即摆安尼足紧就上电视就新闻，所以阮毋敢，咱会变成讲，即代的教育方式交以前无共，即摆爱用鼓励，爱用委婉甲讲怎么做你是会更好。传统伫咧今仔日的社会有共款的传承，嘛有无共的部分。毋过不变的是对人的关怀，甲肯定为善的初心。有的人拢讲什么，恁的家长囡仔怎是你讲的遐乖？我拢真有自信，甲讲真的，你随时来看，是，确实因练习就是真规矩，嘛袂讲安尼阿伯来啊，咪食药啊、食毒啊、小拍啥，伫阮遮绝对无即种代志。湿地无天，心旷阔，民俗佳丽结合同。头头咱看到这个画面，真正是真闹热啦吼！这个高碑景啦吼，咱头头看到这个孙敬辉，甲遮的这个高碑庙啦吼，做花来这里做活动哈，先甲观众朋友小解一下。今仔算做，迄天算做是咱尊德堂，伊家己去前一天去咱台南市西路店请会倒来，算做一个绕境的活动。那伊家己算真好的兄弟庙高碑庙孙敬辉，就算出桥要来甲相听。除了出桥以后，嘛是邀请阮，因为阮交孙敬辉关系嘛足好，嘛相听安尼，因为阮当时桥班拢伊来甲咱处理。拜托讲，阮的顶头算做去甲相听安尼，阮就去出伊的算价钱，去帮伊接定，这就是。真卡所在足济你帮我，我帮你，大家那兄弟安尼，你听我，我听你。迄天大概规定就是安尼，阮出阮的家长去听阮这个孙敬辉安尼。是，照着这个画面，咱要讲咱的这个家长啦吼。是。看伊安尼跳，实在是真辛苦。有当时出班过25点钟以上安尼。迄天算轻松的。轻松的。阮有接过一天的行程，但是。出25点钟，加一个。人讲奇怪，一工就24点钟，才25点钟。阮1-2点起来画面，是。去遐报单是4点。报单4点以后开始就洗，规暝规日的倒来，到阮的所在已经到半暝2点。规个整整超过1天的时间。是。尤其你即摆寒人佫还好，你伫迄个热人的时阵，哇，真正惊甲阮嘛拢足烦恼，阮的家长去互。中暑，还是要去互昏去啊啥，所以确实啦，非常的辛苦。惊掉沙啦吼，即个热人的时阵。不过咱看到因这个训练吼，其实拢是照步来。这个训练的过程是安怎呢？其实阮的总教练吼是71岁的老先生，伊为15岁就开始来学。伊本身是这个级二辈总教练，伊是家族内底的人，所以伊15岁就开始就爱跳。因迄个时阵的老师傅是非常严格，就是咱看影片顶悬迄那类似少林寺啊啥，迄种老师傅，你做无好，你马步屈无好，是甲你挑落去安尼。所以因的动作是非常的扎实。是。相对伊的底就是贴在，来要求阮的人相对啦。伊嘛知影，即摆可能无像因迄个时阵遐尔水的动作，但是伊的标准伫遐，
加减有较侪要求。嗯，大家嘛知影讲，对老师傅咧讲啊，是，阮就尽量拢去配合去练习。嗯，所以少年辈嘛真，阮的囡仔算一家将囡仔算足乖啦，是甲要求拢会听，袂讲无爱啊是啥，原则上是还好。嗯，甲过去一般的这个印象，这个跳，确实是无共。嗯嗯，当有的人拢讲什么，恁的家长囡仔怎是你讲的遐乖？我拢真有自信，甲讲真的，真的，你随时来看，是，确实因练习就是真规矩。嗯，嘛袂讲安尼阿伯来啊，咪食药啊、食毒啊、小拍啥，伫阮遮绝对无即种代志。因为你有个严格个要求落去啦。一旦也有安尼的话，阮绝对袂去参加。是，因为你会知影，顾好一鼎的糜，足无简单的，你也牵一两粒啊鸟鼠仔屎入去，是规鼎拢袂食尽的。所以阮一直在顾伊的品质，就是咧顾安尼啊。嗯，但是其中啦吼，是这个拄到这个团员吼，可能有这个意见无相合，可能会甲人对一个看一个有安尼的例无？有，但是这嘛是阮一直甲讲吼，咱人讲百家讲义气，讲义气，咱交人交背景相挺，交咱的好朋友斗出阵，这拢讲义气的表现。嗯，但是你伫即个所在学习的，你伫遮的教练甲你教的，你袂当卡袂着，人甲你要求，你无顺你的意，你着要招迄个，要来走，是，要互即个所在无法度出阵，你安尼是不对的。嗯，阮有机会，我就甲讲，你安尼不只是你对人无尊重，家己的人，你偶尔你就要来走，你则无尊重，嘛无应该安尼做。重要的是，咱跳家将是对咱的主公、咱的王爷、咱的生命。你安尼走，你拢毋惊半暝互讲尻川。嗯，这是你心中也有神的话，是，你就无应该做即种代志。袂当违背生命的这个意思啦吼。你也真正，其实囡仔内底心内也有神。你讲伊外歹，我不认为。嗯，因为伊知影做啥物代志，顶悬有人来甲你看。额头三笑有生命啦是吼。其实咱看到真侪即个家长囡仔伫恁即团内底，其实拢是有真好即个表现吼。是。即嘛训练即个要求拢真严格啦吼。除了咱出阵的物件以外，伊的日常生活，伊的工课，我拢会，甚至我大因10几岁啦，算哥哥的角色，是。去教因讲较无即个落差啦。有当时啊，你搁加较济淡薄，袂输爸爸妈妈甲念伊搁听袂落。10几岁的哥哥甲讲。你家你的工课顾也好，是，你伫你的该做的物件做也好，你来做遮，其实就是对咱吉福堂来讲上大的宣传。有影。爸仔袂感觉讲你过遐倒来斗骹手斗做代志，帮爸爸妈妈斗做生意也好，斗款物件也好，伊感觉你讲即个团体有咧甲你要求，有咧帮你斗教即个囡仔，你安尼人会互你来，是，甚至伊去帮咱世界宣传，这是阮爸。嘛是生命希望你做的，这阮拢有咧甲讲。是，我交苏玲姐的那管理员安尼吼，逐工都安念，因加减拢有听入去啦。是做这个管理员的这个工课啦吼。是啦。但是咱讲出团的时阵，尤其头拄仔咱讲袂当食槟榔嘛吼，因为过去这个印象，大家有当时啊看到就是食槟榔这个部分，若是上马了后是袂使讲话。是，这点啦吼，因为阮要上马以后，上马去哩，阮有先啉迄个进口湖、清净湖。原则上就是希望你莫无逼着啦，你就莫出声。安尼的话，因为你颁奖，有当时也是要掠鬼，甲迄阿飘甲惊。是，你安尼还袂去互看破。当然啦，咱若以较科学的角度来讲，即个互你感觉足谨慎的心态，嘛互你避免一寡动作去互你受伤。你就袂安尼耍来耍去安尼，你做的任何代志。就较袂有意外的状况来发生，这是阮会甲交代。当然啊，你人真正足艰苦啊啥，阮讲你着生食的，私底下甲阮讲。还是暗内啦。暗暝你莫讲我即摆安怎？你即摆你的角色你着慎重，就是要有慎重的样子。你袂当讲，个回复是人的迄落，有当时安尼，人知你是假，真正看破，无形的就甲你欺负啊。这阮会甲安尼教。叫因来尽量来注意。头先团长讲即届迄天啦看到是较辛苦的，若拄着落雨天咧，因迄个草的是毋是愈来愈重？是啊，阮这因为画物件阮坚持传统。是。其实咱老实讲，草画要买都无介好买啊。是安那有的人讲你较会换，
老一辈传落来，咱这个草话叫做路虎啦。路上的老虎安尼，伊本身就是有驱邪的功能。以前老一辈迄低调啦、低调，足爱甲阮讨这草话，挂伫遐吼，钓啊就鸡啊就卖着鸡这啦，猪啊卖着猪这。是，这个物件有种阿飘不会靠近的迄个功效。啊，像这青草话，一旦拄着落雨，水吸着草话。爱阮咧话囡仔拢惊甲骹碰拍，甚至流血，是啊无法度啊。啊，这个传统的物件，阮嘛是甲坚持甲保留落来。啊，这就是出阵的艰苦的所在。啊，有当时啊看遮辛苦，我嘛要讲，恁有当时啊爱甲想，恁的肉体，互恁咱的折磨甲安尼，你拢挡会过。你以后工课也好，做啥物代志也好，难道你袂坚强你的心智吗？吼，你的心态一定较坚强，你会当克服的。这拢是一个真好的机会教育，我拢会甲因讲。是，等于是跳加强磨练你的这个心智啦吼。是，因为其实咱即摆足侪物件来讲啦，你要成功，足侪物件就是坚持啦。伫阮咧行咧有当时绕境吼，你看咱即摆一般的人都无啥咧运动的，雄伫透中昼，阮常常1点开始行，行到下暗凌晨。是，你行落安尼话拢真正袂堪，甚至会揪筋会啥货。伊安尼拢挡会过啊！你其他你要做啥物代志，咱真正遐难，吼。所以我感觉这是嘛是新明教阮的另外一种教育的方式。我拢甲我的想法交阮的团员来做分享。是，咱讲遮济拢是这个北家将这个顶头出阵吼，有个禁区一啲啊，嘛有伊所要求甲训练的这个所在吼。咱佫讲到这个结合堂，尤其这个收惊真介出名。阮收惊吼，应该是讲阮的。创始人，伊本身是有特殊的背景，是，所以伊伫阮传落来一寡呼法吼，应该是有落着即个物件，互阮有当时啊，交人较无共的，嘛是算阮的特色是，有当时会来降价，阮的家长会来降价，所以阮咧收惊的时阵，一般后来人的就过，但是啊，拄着有状况的，你有卡着的，是，还是你有啥物状况，阮的家长会发起来，发起来来做一个制解的动作。帮伊做处理，是，嘛是这点足迷人的所在，所以常常看到，像阮出东港啊，啥话个安尼阿嬷带迄囡仔吼，着破病安尼来吼，阮家己弄落啊，囡仔一边看一边啉目屎啊。阮的家长发起来帮伊伫遐做制解的动作，看伊阿嬷安尼硬拜托吼，其实我感觉迄幕吼，确实是足互人感觉足心酸，嘛，互咱感觉讲，这就是顶一辈对咱的爱。阮嘛是秉持着这种观念，阮希望，互逐个人来收惊的人有信心，是会当，这个仪式之后，会当感觉问仔载一切拢较好。所以我准努力去做这件代志。是，所以这个落架啦吼，真正是。家长看到这个有状况发生啊，真正会随落来啦。是，伊其实迄天出去上尾以后，伊拢代驾，代驾伫边啊。是，阮的迄个香火茶啊，代表迄尊神明，迄家长是其实拢是护伫伊边啊。但是毕竟有的物件需要用人的机体来做，伊就爱附伫迄个家长身躯顶悬，落来处理遮个代志。是，所以伊就落来处理，有必要伊才会落来啊。无有当时阮嘛甲讲。家长安尼跳吼，足忝的，真忝。系啊，你行路都行足忝嘛，搁伫遐舞规步的，阮嘛拢会当卖就卖。但是无法度啊，伊该落来处理，伊嘛是落来处理安尼。是，其实网络真侪影片哦，看到咱这个结合堂这个北家将，嘛有这个改车的。是。改车这话可能话家长可能无这个服务吼。是。阮这个改车是有当时你买中古车。还是讲新车求一个平安，还是讲你无细哩车去搞着，毋知猫啊，还是狗啊，还是啥物一寡小动物，是拢来遮来求一个讲，甲处理圆满。希望讲你开车顺时，嘛有啥物车祸嘛，因为车祸毕竟车歹小可代志，有可能是人的受伤，甚至无治的，拢希望会当避免，阮就甲做这个。服务是，所以咱讲到这个北家将，这个美美角角啦，咱头先讲到顶头的部分，嘛会当做收惊吼。其实这个家将，佮有恁这个画面的这个艺术，嘛是真正受到肯定。其实家将为头到尾吼，就我来看，伊不得面谱
是艺术的表现，伊的服装，是，伊的定法的动作，吼，这一切拢其实拢交艺术真有关系。啊，希望我嘛是讲希望讲尽量甲伊安尼照传统的迄个味啦吼，甲尽量传承落去。是啊，来做一个推广安尼。所以阮有机会，阮嘛是配合咱文资局的经费，是，配合咱迄个外交部的南向政策，阮过马来西亚算跨国际的交流，吼，过遐做研讨会，王俊的研讨会，迄个王俊信用的研讨会，搁迄个顶头文化的研讨会，阮过迄个所在来做一个家将即个表演，来介绍阮的家将。是，因为马来西亚遐伊无家将即个物件。啊，安尼出去以后，除了因遐得到咱遮的资讯，是，对阮家己的家将囡仔来讲，对因嘛是肯定。因为咱的表现是会当甲厝邻的人讲，阮代表国家出去表演。这应该是为以前甲即摆，佫无人跳家将跳出国的，是，这足少的机会，所以因袂当做大方安尼落去讲，这对家己的肯定，相对伊日后的行为表现，伊嘛感觉我爱家己有所约束，嘛甲其他的无共款，还袂讲，互咱即个集合动即个招牌去互太过去，这嘛是相对阮会甲做一个正面的鼓励。咱来甲即个招牌顾好势安尼。即个招牌，尤其咱头个讲民国前一年就开始啊呢，8年的招牌一定要顾好啊。是，所以即对即个招牌，然后即个咱食品，即个带领之下，会搁安怎扩宽落去？咱继续来看讲，即个未来要安怎做，做来看。其实我感觉做啥物拢相共，人将心比心啊。你家己厝，你嘛是足惊人工人会甲你偷卖，做侪是看靠口碑啊。团长陈世敏平常时的工课是替人咧起厂房，一般做营造的人，社会观感敢若无讲介好，敢若袂输甲乌道行甲真近。其实这甲家将文化，互人挖乌真相像。人咧做，天咧看，陈世敏相信野头三笑有神明，嘛用这款的精神来做工课。不管是以前卖厝的买卖房屋的时代的我，或者现在是帮人家新建厂房的我都秉持的一个。我觉得总是有人会看到，我们努力去做对的事情，有人会看到，所以就算咧起厝的时阵，该有的物件，我袂去来念迄个铁啊。你任何偷是偷一时啦，但是我感觉这个物件是我在我心中是一辈子，我不要这样子。阮一档有10间5间咧起，但是伊是一世人就起一间，咱绝对爱甲做好势。结合同的一人，拢有家己的工作甲生活，为着要接下这个传统，因拢付出真侪心力。大家愿意付出遮尔啊侪原因，其实拢无相共。我原本是无咧参与啊，嘛无啥物兴趣，无啥物兴趣，啊是想讲，小去了来关心讲，是有啥物所在当斗相共的，啊迄阵拄要准备要出乡科，啊拄欠人，我想讲。啊无斗相共，看会当甲这传统的顶头甲伊传落去啦。因为惊无想要互伊单转去啦。因为阮阿嬷足虔诚的，啊我是就是夜乡对阮阿嬷拜年，因为我知影阮阿嬷对这足注重，所以想讲看会当斗相共，啊嘛就是帮替阮阿嬷出力安尼。平平一天拢是伫4点钟，付出时间伫咧食，本土家庭的时间都变少。为着要带领顶头，但是敏嘛甲伊厝内底有过一番讨论。其实阮拢希望吼，大家来的人厝里拢是有认同的，包括我自己。啊，当然初期的时阵，阮某嘛是拢会讲，啊人送去看演唱会，啊你搁见介拢去走庙会，啊这当然加减有一寡纷争，但是伊慢慢知影讲，我是因为想要甲遮的物件甲传承落去。要甲即个顶头的素质甲维持，甚至提高，来影响别人。来做即个团长，带遮家长囡仔我足忝，工课的代志已经足侪啊，搁爱攞一定囡仔。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想，你无甲因好啊带，因遮的人如果也去别个所在，遮囡仔有可能即世人就乌有去。咱的各种传统其实拢有伊的优点，就算时代改变，上内底的精神永远无变。顶头文化其实甲咱的生活真接近。
规个团就亲像一个大家庭。伊的角度是妈妈，有了下，我们印象中什么妈妈，做早恋的。我就相信那因的大哥哥安尼，有人喺画物件会教因去做沟通的动作。啊，所以这样子算是一个桥梁，行为有在约束，生活规矩有在要求。我都跟他们讲说，你们相信神明，想要帮神明，最好的事情就是把你变好。人得肯定这个所在啊！你要来，你妈妈做欢喜，妈妈个甲厝边个甲讲，哦，迄二家讲以后做乖的，无形之中帮我们招生，这是你能做的事情。顶头伫咧台湾有真侪种，看起来表现方式无同，毋过本质煞真相像，就是砖头内底的厝边斗尾，大家互相斗相共，成做一个大大的家族。而结合同家长团，嘛继续经营传统文化，传承咱的乡土情。咱讲适应啊，除了是咱这个北家将团长以外，其实你家己嘛咧做营建啊吼，做营建这个部分，真正就是爱讲人咧做天咧看，这个做营建袂当偷工减料嘛，这嘛是你对这个神明哦一种这个信仰的所在。是我感觉来接触这个宗教以后，互我学到真侪物件。除了伫工课顶悬对人有这个同理心啦吼，还会晓替人想。是。啊，一寡情绪的问题，我会来甲放伫边啊。因为当时我真诶心情做歹，车驶的就去庙甲点香甲讲啊，我感觉我今仔互欺负呢。啊，讲以后，感觉你来满腹的委屈有一个出口。是。以后你就调整你的心情，佮继续去做沟通也好，甲代志来甲完成。这是这部分是对我内在的部分。另外一部分像阮去专门咧人去抢房的。你抢房，阮一档有可能起10条，但是对这个人来讲，有可能伊一世人才起1条。所以我拢用这个心态来要求阮的工地主任，爱共人的抢房甲起也好，是袂当偷工减料。因为阮有咧接触这地，阮相信顶悬有人来甲阮看，阮袂去做这种代志。阮宁愿莫做，情愿袂趁的，我就讲歹势，我无法度做。我无法度甲你客来以后靠偷工减料来趁这个钱，我袂安尼做。相对的这个观念，我嘛是会甲阮的其他的家长囡仔讲，你不管做啥物代志，是，你爱做也好，你对得起家己，还会当对得起神明。这个物件，我感觉我家己，我尽量甲家己做也好。毕竟我做团长的人，我爱做一个模范互因看。我发展了愈好，我的物件做了好，因会来学习。这是我一直希望我家己能做好的所在。是，真正是一个模范。然后咱讲过去，你家己嘛有跳过家将，嘛知影这个辛苦，是，才知影这个安怎甲这个事实吼看家这里。我着家己落来体验过，知影讲你出庭的时阵会拄到啥物问题。是，你的食食，你的凉水，你的要休困的椅啊啥，阮即摆拢甲款那边款那脚，因为我家己落去跳，我知影足忝。是。因为我才甲你款啊好势，相对的，阮的要求嘛，希望你这家长囡仔做会到。这是一个相对的嘛。是。你要要求济，我甲你满足啊。但是阮这要求无算济哦，你这基本爱甲我做也好。为着是啥？为着互咱遮的物件，咱总努力的，就是要甲这个家长的污名化来甲转变。有影。希望讲遐济愈来愈济的人是对咱是肯定的。你也有人肯定。咱遮的主神伊的一寡思想，伊的一寡物件，还有人来甲参拜嘛。毋是讲一间庙起啊水水，拢无人来，这毋是咱卖。咱主要是爱甲伊一寡观念甲传出。是。这我拢会教这家长囡仔来讲，甚至以后要安怎做，阮希望这是第一期啊，第一期甲庙起起来，中期中段拢有迄个空间来做。博物馆一寡阮你看，迄个民国前的物件，还是有民国10几年的旗啊啥，拢甲放的，来做一个展览。甚至搁愈后壁，可能30档、50档，甚至我看袂到的时阵，
慢慢甲加强即个物件，哦，变成恁兜囡仔喺学啥学加强，阮会学小提琴了，我嘛想要去学这，哦，变成一个会当摕出来讲的物件，唔看加强，足奇怪，安尼这个观念改。对，阮希望这是我足长的时间来扭转，为阮开始来做，唔敢讲阮做了足好，但是有淡薄仔好，希望互大家来学。是，确实，阮这4、5冬来，我家己咧观察，开始有人会学阮做家长日，这个家长的推广很好。我袂讲人甲阮学，阮希望，因为阮无可能北中南到处拢有嘛，希望别个嘛有人甲阮做宣传，包括阮的粉丝团的行销方式，有的人嘛会学，学阮会就啥物1波666啦，啥物用啥物的一寡 logo 啊，啥拢做熟，无要紧。是。只要是好的物件，阮拢希望大家来共同来参与。这是爱靠足侪人的力，还有可能达到咱50档、100档以后，加强这个物件，毋是讲感觉无好的运动。是，这是阮较长期的目标啦。短期、中期、这个长期拢无共看你这个目标啦吼。咱头头讲到这个一般人吼，送囡仔去学钢琴，一般人送囡仔去学这个 violin， 一般人。若是讲要互伊送去学家长，真正爱有这个时间啊吼，这个观念爱小等一下。对。这是我家己体会过的故事。我国中的时候其实就想要来咱结活动学，因为阮阿嬷兜离遮足近，阮爸爸妈妈找100个理由不爱互我去啊。安怎讲？阮妈妈感觉讲迄就是无好的所在啊。阮妈妈到尾甲我骗讲你爬机袂卡，用这个理由拢讲过啊。咱这种都袂当算了。但是后来我家做老爸老母，阮家知影，伊担心的点伫对，伊希望咱好读册，莫去交人迄可能有无好的朋友啊啥。所以我家经过这规个过程，所以我知影要安怎来做。阮希望这个我早都讲过，为那种鞋啊啦、面啊、衫动作啥。这艺术、这文化，卖互咱后一代，当然咱有影片顶悬看会到。有啊。我希望阮后生就是看会到，甚至伊家落来学。吼，跳的人面虎虎的，伊叫阿叔，大家拢做熟安尼。这个物件会当甲确实来甲传承落去。是。这是阮的目标啦。台湾家长对台湾应该讲不加强这个元素伫咱台湾来讲，我感觉是算真会当来代表。咱台湾的元素啊，所以我希望来尽量加保存伊旧的物件、传统的物件，尽量来做一个传承的动作安尼。所以是虾米原因哦？互你愿意开遐济时间投入去即块？是讲过去你国中的时阵，就较有这个心有这个缘吗？还是讲这个机缘到底是虾米？我老实讲，国中、高中上要学，看是爱做威风啦，看做摇摆袂出做厉害。迄个时阵确实心态是安尼。是。那到即摆来参与是除了对咱心灵有即个感觉有感应啦吼。伫工课上以后，甲咱斗相共以外，是看到咱即群人的努力。阮即摆即团内底查甫查某老老少少加起来60、70个、70、80个，当年遮侪人是遮尔啊共心，希望帮咱这生命找一个家。是，这个心，互你感觉讲足少有这个大家遐团结的感觉。咱来甲这个目标是来甲完成。互你会唔甘离开这个所在，因为有的人是比我较努力的哦。有钱的寄付钱，是无钱的寄付伊的时间，寄付伊的力。大家人拢足认真的为这个所在付出的时阵，你会感动啊。你会唔甘离开啦。是，因为毋是你一个人在做这件代志，你后壁有一群人拢在做这件代志。是，你无理由落跑。吼，我嘛袂讲做到一半选，无可能。我会甲做啊好，我影响起来甲新民讲，你这间庙我一定甲你起起来。我绝对不会溜之大吉，绝对。是，绝对袂选啦吼，绝对袂选，一定甲起啊好。是，所以头拄讲到这个国中，连妈妈都讲这个8字袂下拢这个提出来，尾啊厝内底人看你安尼投入，因安怎讲？老实讲，阮爸做侪代志是电视顶啊看到。伊甲我讲，你有去跳？我讲，你定咧做甲团长，你有啥我毋知，我讲足侪。其实无要紧，这就是我叫倒来甲阮的团员讲的。你只要你的工课做啊好，是，你其他的物件，伊会感觉讲这是来帮你加分的。但是你一旦你家己的本身的工课做无好，厝人无顾好，
伊感觉你就是锋芒者，做甲你遮物件拢无好，所以伊有一个因果的关系，你爱甲顾啊好。是，所以内底人啊，一旦要做工课，要上班袂当来，我讲无要紧。阮遮的原则是，你先顾巴肚，还来顾不足，你袂当用这用甲你无头无路，这不对。庙嘛无迄个钱，甲你饲，甲你请，甲你饲。这个观念阮拢有咧沟通啦，啊，大家嘛有认同。是，安尼还行会长久啦。真正是有咧头壳有咧想啦吼，啊，这影响到这这个少年辈的人吼。是，所以少年辈对你嘛真尊重啦吼。其实大部分的拢对我真尊重。大部分的，因为伊知影，伊看会到讲我代志做无用的情况下，付出的时间无比因较少，寄付的金钱比因较济，做的代志比因较济，啊，对因的爱是因真正感受会到的。因开喙我无甲讲袂使的啦，我讲只要对的代志，不管你是咱庙的代志，还是你私人私底下的，我做会到，我绝对甲你做甲到。我甲你当做家己的小弟咧听。是。啊，因确实有感受到这个感觉，安尼人就会对你有尊重啊。所以来讲啊，规个来讲，信用对你这生活是个工课，真正是这个实行伫你这个心内底啦，嘛去做了。是，确实有差。伊真正以前定来讲啊，宗教会当净化你的人心。以前看拢像是一个 slogan 安尼尔，真正参与了，感受到，互你。有当时啊，甲无好的想法，真正会甲洗掉。是，互你相信，即个人佮有足水的一面啦，有善良的一面。是，啊嘛，互你佮衷心佮感受到热情，互你佮伫工课中，工课上，你佮想要佮拼。这做这物件是宗教伊互我的力量。最后咱佮讲咱一个结合动啦吼，这要中建这条路可能是这2020年这2月过年了后就要开始动工啊。这个资金的部分爱安怎佮去甲推测一下？这个部分吼，足侪阮当地人其实真关注阮这间庙。因拢讲啊，你学了，钱就来啊。地基学了，钱就来啊。因为因惊讲我即摆互你，毋知去后壁开卖，但是你学了，我看会到嘛。我遮的钱是问仔仔要来控制的，啊后日要来做这个条啊，伊看会到，伊讲啊学了因就会寄付入来。但是这是阮即个乡镇的人的关心。我会甲因讲，我讲你望讲敢要靠送，你一间庙啊2000万，咱全台湾一个人只要1箍甲伊寄付，足轻松的啊。但是你也要找10个人，一个人迄200万的，足动经的啊。你不管安怎，咱家己做啊好，愈侪人对咱肯定。来，愈侪人来甲咱寄付，咱大家就愈轻松，会当达成咱的目标。啊，这个理念大家慢慢啊有听入去，因为伊看到哦，今仔新北市有人寄付，啊，问仔在南投佫有人寄付啥，伊讲哇，这以前是拢无拄到的状况。哦，虽然中部的人佫专工赛车落来拜拜，啊来添冥香，这是以前拢。伫阮家里地区无行出，是无发现的信徒。我讲啊，你加交遐侪人结缘，嘛是对咱生命嘛是有好处安尼啊。是，伊的理念，互遐侪人知影。啊，即摆阮内底团体内底有认同这点。阮就是家己做好，互遐侪人知影。啊，阮相信好的代志，伊就自然会发生。理念互大家看会到，大家就会这个心的寄托伫遮啦吼，啊，就是这个尾啊，这个资金吼，就当豆豆来完成啦吼。对的代志一直做了，因会去安排啦。是，人咧做天咧看，这个生命拢看会到。今日非常感谢咱的市民、咱的团长来到咱节目现场，感谢。多谢，谢谢。实地无天心旷阔，民俗家里结合同。今日台湾新闻界文化新台湾，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后回再会，感谢。